好緊張啊！全紅嬋嚟啦，佢喺全運會最後一場比賽。我哋見到喺後邊短頭髮嗰個就係全紅嬋，隔離係佢嘅搭檔黃偉瑩，佢兩個都係湛江妹，代表廣東隊出戰女子雙人10米台，做好咗起手嘅準備，動作好一致啊，好似對方嘅影咁。入水嗰下都好靚啊！祝賀嬋妹頂住壓力，完成咗自己最後一跳。而家嬋妹出水芙蓉上咗嚟啦，我哋見到佢身上咧其實係綁咗好多嘅膠布、好多繃帶嘅。嬋妹其實之前係受咗好多傷。比賽結束啦，全紅嬋同黃偉瑩代表廣東隊咧得咗第5名，而佢喺國家隊嘅搭檔陳芋汐咧代表上海隊攞咗冠軍。嗱，我哋話冠軍咧固然值得大家為佢鼓掌，但係全紅嬋咧一樣值得我哋為佢叫好同埋吶喊嘅。你知唔知佢身上嘅傷勢有幾重呢？嗱，喺比賽之前咧，佢嘅教練接受採訪啊，就係佢嘅腳踝咧同埋佢嘅脛骨，即係我哋講嘅上5寸下5寸咧係有好重嘅傷，所以次次上場大家都見到佢係綁住繃帶貼住膠布，係忍住強烈嘅疼痛先可以上到場比賽。但係佢毅然都係選擇一次次咁突破自己，因為佢哋身上我哋見到永不放棄嘅精神。全紅嬋永遠係我哋廣東人心目中嘅冠軍。